调的啦，因为我无讲他，这个土尾卡拉水，种来爱卖调的啊。爱讲吼，安尼老母只要伊若讲他，创他就会使啊，对啦，就会当买啊。老花箱呢，老花箱手柄你色点吼，是一个宝贝，因为你色点吼，正常好看的时阵，你也就会清传出来了对啦。所以，逐工举手举迄个宝贝吼，安怎拢毋敢放，伊惊伊宝贝若放去，去互人家摸去就对啦。所以嘛无法度放啊，手拢举迄个宝贝的色点伫咧手里啊，当然你就走袂去啊。伊就无法度通去规空啊，升天啊，再来冤话呢，伊讲冤话查囝会简单啊，只要伊若去拄着伊心爱的人伊的后壁要嫁的人你就开口讲话啊，我来啦，伊要去甲问伊家己的时阵我安怎有做就走啊，因为伊就答应要互伊问三个问题尔，所以互伊问有做就无来伊精神讲。我还是要来做这只啦，因为我家己的问题即个无问着人合作交代讲要问三个尔，伊就倒转去老母讲，你转来啊，紧个你知影问安怎？伊讲现在我过去，我甲甲你讲啦，真正老母就去甲倒转来，伊来讲有做讲你就是无放下你的躯壳啦。所以你拢无法度人发工较无法度人飞龙在天啊！伊讲安尼我想着啊，伊无着啊，就对啦。原来呢，伊派迄个壳遐尔重，较有法度人飞会起来。就像咱咧搁听故事，咱咧听着你讲的讲，咱若拢无法度放下身躯，卖一大堆的烦恼、痛苦，种种的这问题，咱当然呢，就无法度通去清心放下通来修行啊。所以呢，即只老乌龟呢，就真正讲好，安尼我即个壳我脱壳起来，但是即内底壳有24粒的即个亚玲珠，因为伊的壳已经几千年的所以伊讲我脱壳起来的时阵即内底有24粒的即个亚玲宝珠，拢足送你，甲伊做回馈就对啦。所以呢，伊就真正脱壳起来，伊就飞去啊，飞龙在天，但是迄壳的内底唱一份生24粒的宝珠梨，伊就甲迄24粒的亚玲宝珠走，佮继续行，佮倒转去到老和尚遐，伊嘛是甲讲有做讲你一支是宝剑，因为你着拢无法度放下，拢硬条条，你要才有法度升天，安尼啦。老和尚讲敢若安尼好办，即支我送你，即支色剑我送你，结果呢？伊就升天四脚亮出，亮顶去啊，就飞空去啊。然后呢，伊就摕这物件，佫倒转去冤话遐。冤话伊去开迄个拍门，冤话的祖囝看着伊来讲安怎？甲因老爸讲，爹，迄个去问有做的迄个人转来安尼啦。我开口讲话啦。因老爸就讲你来问讲。哟，我昨天今仔日才会讲话，伊就甲伊问讲，你去问了钱嘛？伊讲，有做讲伊若看到伊的心上面阿爸的相框安尼伊就会开口讲话啊。伊讲安尼阮祖囝哪嫁你看，伊家己的代志无处理，伊生气问别人的代志，结果伊得到有比伊的搁较济人，比啥物上好野。24粒的亚玲宝珠，佮拄着迄支老和尚迄支色剑，迄支是宝物，只要对一粒无水无泉，伊甲淡落的时阵，迄粒就会无泉出来。佮冤话遐的财产，你看得一个水宝，所以呢，这故事呢，也就是要甲伊讲第一修行，因为伊有答应人受着人的助冤助得着打娘银两无伊才有法度通去度过这20多天。所以呢，伊既然答应人伊就先去完成人别人交代伊的代志。这第一就是咱做人讲，第一爱修行，第二呢，安怎？伊要问一个究竟，你看伊鸟鼠来讲，
互伊问这三个问题啊，但是所以呢，咱修行学道上重要吼，咱真吼，这老菩萨吼，会当这样清心出来遮安怎？哎，倒出面的时阵吼，咱看会小用的时阵吼，就较老学地伤，迄落安怎人就袂清心。啊，出来遮呢，有老菩萨人做官，人讲会讲老人囡仔事，老人囡仔班，啊，时间咧过足紧的，所以呢，咱清净的心就有遮尔长的时间啊。是安怎修行？你看话讲修行啊，多太无法度通好一世修一世成，因为咱听道理的时间拢太短。你看咱一个月有当时听一摆，听两摆，啊，一摆两摆都听2点钟，所以呢，结果呢，24小时听2天，听2点钟、3点钟，结果还佫有偌济10外点钟，也感觉有少啊，讲我讲。哦，道场慈悲，感恩。哦，爱享佛堂社会服务处，处。